乡亲啊，梨山的新活节开始咯！和平区公所举办记者会，邀请大家到梨山纳凉食桃啊，来一撮上凉、上凉、上甜的梨山小旅行。 真侪种甜露、糕仔点心放规桌顶，内底全部加甜蜜蜜的梨山水蜜桃，互人看甲嘴软插插甜。和平区公所宣布推出结合农业、观光和公益的活动，要全台湾感受水蜜桃的魅力。今年的水蜜桃的产量比去年多了40%，而且品质又好吃，大卖场都可以买得到。 为着让每一粒桃花袂去拍爽，区公所和青农合作，将无法度出货过期的假草果接黏，也和食品业者合作，推出好饮的凉的含甜的点心，为了拼农业的销路。我们还有非常多家的这些，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些企业啊，它都有把水蜜桃融入它的这个产品。开幕晚会会伫咧19号起考，欢迎民众来到山顶高观农民的农特产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